各位模型迷、軍事迷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Trent Frankie Hobby 模型頻道。最近好多人都喺度討論2026年嘅史詩怒火行動入邊 F-15E 竟然有3架被擊落。呢個消息一出，好多人都話 F-15神話不再，究竟係咩回事呢？根據美國中央司令部官方確認，呢件事係發生喺3月1號，當時3架 F-15E 正喺度支援對伊朗嘅打擊任務，飛過科威特嘅上空。因為戰場環境好混亂，有伊朗嘅飛機、彈道導彈同埋無人機同時出現，結果科威特嘅防空系統誤判，發生咗 Friendly Fire 友軍誤擊嘅事件，3架 F-15E 全部被擊落。但好彩，6個機組人員全部都成功彈射逃生。呢個係美國空軍最近一次單次損失最多 F-15E 嘅事件。當然，網上都有伊朗方面聲稱擊落咗 F-15E， 但係中央司令部已經多次否認，話呢啲係假消息。F-15E 從1980年代服役到而家，戰鬥紀錄一直都好勁，被稱為 Bomb Truck。佢載彈量大，嘅全天候作戰能力強。今次事件雖然令佢嘅不敗神話被打破，但其實喺戰爭入邊 Friendly Fire 好常見，尤其係多國部隊協調嘅時候。對模型迷嚟講，你哋又有冇興趣去砌翻架 F-15E 呢？而家睇下我之前砌嘅一架長谷川嘅 F-15E 啊！而家推薦幾款模型套件俾大家參考，1:48比例有 Revell 嘅 F-15E， 好多模型迷都話係心水之選。佢形狀最準確，組裝容易，面板線清晰，新手到老手都啱。缺點係原裝武器比較少，要自己加 Aftermarket 嘅彈藥先至夠 Bomb Truck Feel。長城模型嘅 F-15E 細節超豐富，表面黑線好靚，適合追求高還原度嘅朋友。Academy 嘅 F-15E 性價比高，武器選擇多，適合預算有限但想一次過有彈藥嘅玩家。1:72比例有 Great Wall Hobby， 即係長城或者新版嘅 Revell， 目前評價最高，細節出色，組裝友好。新嗰架 Revell 好靚，適合想快速完成嘅朋友。1:32比例就梗係田宮啦，依然係王者，細節爆棚，座艙同埋起落架都做得超精細，但價錢貴，組裝難度較高，適合有經驗同埋空間夠大嘅玩家。唔知你又想入手邊款呢？砌開飛機嘅師兄多數都中意砌超時空要塞，今日就嚟講下2盒2026年嘅新品，主角都係經典嘅女主角祖賴美莎，一個仲有可愛嘅 Q 版飛機，另一個就可以還原動畫經典嘅場面。我哋睇下長谷川嗰盒 Q 版飛機襯1:24嘅祖賴美莎，呢盒產品預計2026年嘅6月發售。佢嘅特色係美莎嘅 figure 用 3D 打印做出嚟，插畫就由美術本正賢負責。而嗰架 VF-1S 嘅彈機就唔使交稅都可以組裝，適合新手或者想快速完成嘅人。盒模型嘅水貼仲有美莎嘅同享貼紙。第2盒就係 Plamex PX19 1:72 VF-1S， 官方宣傳照亦都有1:72嘅祖賴美莎，預計2026年嘅9月發售。佢嘅特色係固定機械人形態，唔可以變形，專注細節還原，仲有 Super Pack 嘅全武裝，豐富水貼。但重點就係附贈同比例1:72嘅祖賴美莎 figure， 仲可以坐咗喺機械人嘅膊頭或者手臂上面，正可以還原超時空要塞第27集一條飛落地球救美莎嘅經典場面。Plamex 系列一向細節強，中級嘅玩家會中意打磨賞識，同長谷川彈機嘅可愛風格完全唔同。而家呢2盒新品都可以預訂，彈機就6月底出， Plamex 嗰盒就9月先出，到時實物出咗，我會做開箱同埋組裝賞識，歡迎留言話我知你想睇邊個先啦。好啦，今集時間到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